清净的物件叫做无明有本，安尼啦。哦，对我先讲，你一杯做清净的水，你甲泡就是泡袂清净的物件去。哦，啊，这饮就是咱一个物件，一定要知影。这个饮就是开始有物件去，就是它有东西，你在利用的东西下去。伊本来迄个低点就是讲清清楚楚无物件，但是你家己一个物件落去，按伊这个本来低点煞变成，伊变成一个无明的根本出来。本来咱是清清楚楚，咱今日有一个迄个低点，真理正嘅，但是咱的低点拢话，叫哪会来念着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六定来念着，哦，七情六来念着，伊本来就是无一本啊，但是入着了色声香味触啊，开始一个语啊，一直念水落去啊，所以变成无明的根本出来嘛。但是后壁讲低见无见，后壁一句低见无见，哦，低见无见，这个低见，迄个无毋是真无，迄个无。是一种伊无受着理念的物件，叫做无见。我所表的，我了分明，清清楚楚啊。我了分明，清清楚楚啊，迄叫做无见。但是因我毋是无了解，我是足清楚的。我了清楚，啊，我本来就是伊无去入着一个物件的所以无见，书籍涅槃，叫名叫做解说。涅槃，内而不生，盘而不死，解脱。所以这句话就是咱讲实话。好，立体本性犹如虚空，了无一不可见，是名正见。然后立体本性，伊即摆大通和谐来讲哦，伊话立体本性，你的本性犹如虚空，伊就讲是虚空现象啊，这个讲现象。但是呢，伊讲了无一不可见，是名正。伊这个物件必须了无一不可见，是准你无见，就是这个物件当作无去了啊，按我变做真正吧，毋是你真正吧？这个叫做什么道理呢？这个叫做因为清清楚楚的人，大事是若明的，在利用。我今日无要甲你计较，无要甲你比较，毋是代表我唔爱，爱听无？因为我作主编，我无要甲你计较，我无要甲你比较，因为大智若愚，本来我倒呆。哦，我作呆，你唔能够当作我是了唔捌，因为我是作清楚，我这个境界是叫做无上的境界。有人骂老周。老周是说好，有人打老周，老周是最好。坐在我脸上给他吃饭，给他也是力气，我是烦恼。这般波罗蜜便是妙中宝，你也是力气，我免烦恼。若知此消息，何从到不了？你敢发现老周，弥勒祖师，他是走本吗？他不是走本，他清清楚楚的。但是以这个立体本性犹如虚空，了无一不可见，哪种不见？啊，你变成正见。我今日是本性虚空无看到，是你无回光返照，见到你真本来的真面目，你甲懂这是？啊，你跟是无变。听有，咱这就是本性，就是啥？了无你说，拢讲无法，啊，你跟是正见。你拢无物件，了无你无发现你的物件，啊，你跟是正见。是，对你无清清楚楚。问题是对你的所在，你是复杂啊清楚。学什么人识理识见，清楚的人叫做正理正见，两种的物件。学什么人叫做识理识见，叫做上正的意见。有这个清楚的人，因为伊无念着叫做的意见，毋是内底当中了无伊要所见，毋是拢总无，安尼叫做正见。所以你上不见，啊，拢无看到，
安尼叫做哪？叫做正见。我无分析，我袂是分析，我无看到我分析，我了无你个所见，我叫正见。所以这是哪？这是应对家己的内底当中，就是家己唔知影家己，但是你今日各位讲你有了整个方向出来，哦，这是咱过去的祖师常咧讲，闽南讲山河大地皆落黄色，山河内底皆落来目发红色，哦，化黄生。哦，青春翠水即是如来，玉玉皇皇不是般若。要讲到对这个道理来讲，他清清楚楚的，你看到物件，就是对无常法有常法在，你无常法无常法的，家己的时阵啊，哦，你在对话，不能去讲看我，感觉讲到我这个情况嘛，不能信你看到物件呢。所以呢，那天伊甲你讲，伊说你是本性犹如虚空。真係一個虛空現象，了無伊要可見，攏袂當見，攏無見物件，伊叫做正見。哦，無伊要說理是面對真心理叫做空理，叫做虛空理。其實這個兩邊嘛，這個尊叫無見，就是虛空理，這個理見。啊，理見的而且係講理見，伊是尊啊修。这个依念存甲修，依念存甲修啦。所以咱讲尊重甲修功理，本来所以如有无有可以正见，所以伊若要入去迄个存甲修内底当中，迄个通达，迄个坏，但是伊入去存甲修，就是伊个两边坏，两边坏。你后来在当中，它不是这是两边跑，所以呢，来讲，可以是那个真理。讲无有青黄当底，但见本源清净，甲体完美。无有青红管底，所以今日后面一段咧讲啦吼，当然自性是无有青红管底。但见本源清净，当然伊个本源是清净，是绝对，甲体是完美，这是无对，这是正确。证明变成伊后，伊今仔日若安尼叫做见性成佛，莫怪讲啥物啦，莫怪的时阵啊，迄个咱地上当中，因民主的意见，你安尼就是真正明心见性的，你我都在听这事情。其实人生变成的道理，足简单的，道理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。你知影，你毋是唔知影，你足清楚的。但是足简单的，你袂甲人计较，你袂甲人计较，袂甲人比较，你的自信中存着一个清醒点。我听到到我耳孔，入流往所。入流了后，我听到往所无离我头壳内底当中。你有听到？你知影？你足清楚，毋过你视野内底，无离你的心造出来。变人讲，迄叫做你的心智。你入流了后当中，离你的决心当中唯一卡着个对立的物件。我这已经做完了。我想讲，你收到这个意见，真正。咱家己只要心内好真正情感移出，真正清净。因为咱随讲道理咧听，就合咧听，但咱拄着一句话，听一句声，因为咱拢站袂牢个，守袂牢个。咱随便个是道理，免那去个本性清净。迄个清净就是讲，咱讲见是无真心，听无妄心，见啊。我看到了，无存心，我无存伊个心内底。哦，无存心，我袂甲下咧听，我袂再起着一个妄念的心出来。有阵时咱听一句话，记一世人，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记个，咱永远伫咱脑内放袂平，袂记甲我放袂平的。有影咧，所以咱
听是非较不得记的呢？咱要听道理，伊咧我讲就是袂记呢，对老师就袂记啊呢。你看咱无需要，你看咱的实体设计无用好啊，你看咱的地位无需要，因为地位只有听道理听袂语嘛。实体设计伊哩你听是非足爱听嘛，足简单道理就是安尼嘛，足爱听这物件嘛。啊，所以既然听这物件内底当中，你看咱的心有清净无？所以英文就是复杂。所以学人虽然文字文说有论明白，我虽然问着你咧讲这道理，我的本性就是参照虚空，但是了无一不可见，拢无看见安尼叫做正见，无一不可知，是名叫做真理。那安尼我听这道理听无？我嘛是讲咧，拢无看敢是正见。是。我现在我讲你拢无听着，敢是叫做真理，敢是安尼？因为道理咱听较宽啦，毋是安尼，毋是你把你安袂无快，安尼叫做正见；毋是你安袂无听着，安尼叫做空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是你听着，你看着，哦，你听着，你看着，听着无生心，看着无生心，听着无妄心，对你的心的内底当中，完全就是咱一片的清净。拢无意义，你若是真正，咱咧讲，迄真正，咱咧讲，迄如来的本体。所以，咱母亲经常讲，无急见闻必受持，灌溉如来真是无急见闻必受持。我见着了后，我闻着了后，我得着了后，我咧受持什物件？无急见闻必受持这三句话，你要受持这三句话，这个受持唔对，听着开始生心，闻着开始妄心，得着开始欢心。啊，你若爱受持这物件，你还了了？因为伊这无急见闻，我看着，我听着了后，见闻必受持，见闻必这三见着无见，见而不见。见义无见，后边就是见法见，见法界。这个叫做见，这个叫做无见，这个叫做法界。这同意哪讲？见叫做缘起，缘起，我看到啊，因缘生嘛，我看到。无见，缘起成空，因为无见就是无了嘛。我毋是念无见了，我毋是念见了，我见个生心无，所以我缘起了后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看山是为山，看水是为水，看山是个山，看水是个水，你咁听？三地道学哦，见看山是山，看水水跟缘起，看山为山，看水为水为见，就是缘起清净。山唔是山哦，水唔是水哦，啊，成日山唔是水水。你看这样，该是那个谁知道不？啊，山里面有金风有化风，水里面有大家鱼线家，哎，该谁当掉？那是对的。因为伊是讲这物件。第二文化山为山观，因为伊缘起了后，因为伊把这因缘所生活的一个烧掉，变成了重现出来，三河大地这种法。所以缘起无见，缘起成空了后，咱走到第三页道理见着法界。所以这个法界叫自然界，法界叫自然界，自然界跟着讲叫做法界。按刚条，这个主缘就是都自然就是道，自然就是道，所以见而不见，见法见；闻而无闻，闻而不闻，闻而不闻，这个意思。闻法界，那是法界；你听到，我听到话缘起；无闻，不是无听到。因为我这物件啊，做伫清净有了，安尼当中呢，
你闻，你若无闻，咁你若闻着，安尼叫做一边有。你若无闻，安尼叫做空，安尼讲听？这个空甲有叫做两边。你空，你有听到无闻，毋是无？你听到了后，你转会清净无量，安尼你的法界先走出来。你听到了有闻，啊，你方向先走出来。安尼听我意思无？你闻着无闻，你法界先走出来，清净先走出来。你见义有见，你方向先走出来。所以你为了为了后当中，你无怪这个个你上多听好啥啥，所以他人虽闻处犹未不了，气和尚开始在到这个时阵，因伊也无作用解，他要是大师变成的人，他这才开始方便讲。当然啦，先唔嘅讲嘅对然后千多十千嘅。สุวัต依书所说，依书所说，犹如见地，有准见地，高灵秘妙，高灵秘密妙，有准见地啦吼。五金4年1期。我今是你一期，讲五金4年1结吼，有这2期会使结会使啦吼。不见一法准无见，不见一法准无见，大师古文家入面，大师古文家入面，不敌一法修空地，不敌一法修空地，犹如虚空形相变，犹如太虚形相变，触及地点飘人心，触及地点飘人心，彻人合情该方便，合修该方便。彻人合情该方便，逆动一念自智慧，逆动一念自智慧，自性灵光上显现，自己灵光上显现。性灵的讲的一方面要回答清楚，唔免再回答复杂。因为如果都讲复杂，不要复杂。好，伊就讲清楚。伊咧讲清楚，说法。这个说法就是做非常讲，比你所说，你所说的你迄个书就是大道和尚所讲，准着见理后面讲出来，准着无见，修的空理，准见理，准有这个见，就是理，咱好直接讲，哦，迄个在咧旁边讲，哦，咱今日理见这里的地位，以前这个理那里就是叫做无明成分，所以伊就讲尊这个理见啊，修这个空理，安尼叫做入理，啊你讲听，伊若要入理，叫做清清净净，清清净净，伊个入这理诶，伊是复杂诶，啊所以呢，本来伊就拿做着规年，叫做三维啊解释，犹如尊这个理见，但是连理。一样，咱心里你讲听到，实际上迄个毛病对着所在，对着点跟对着点都清楚。真正作来的修理车，你这车去了后，伊天天拿你这车开对着所在，你要相信吗？按人迄个用无财务吼，你这车来发表了，包括好多，伊要唔通开对着所在，问题在这个所在，迄叫什么？迄叫经验到无经验。一个做事有来的物件，你讲出来的物件，伊就实际上你问得出这个所在。一个做事，伊若做事真正，伊当然若无明星，但是伊当做做事啦，伊嘛无做做事啦，这是实。你甲讲一堆了后，伊嘛听我这个问题出来。哦，啊，到现在有一个物件，我讲，有才讲今日去，我昨天我问物件讲，我咧公司了吼，赵老师。有现在老一个有他迄个平台啊，那安尼当中我那些手机哦，伊做长方方来安尼啦，不见一法准无见，
大数无量业，不见一法，人哋不加看，好，不见一法，哦，就全无见，无见都无啊，你甲当作无啊，就讲到早，日头面啊，日头面上，即个暗嘞，不见一法，无看到这一法，存着一个无见。安尼啦吼，这个叫做应法，这个叫自性，这个叫自性，叫应法。存无见，大师无量里面不是伊就来，比如讲产生乌河，你个业你这个面内底两点啦，安尼听无啦吼？咱业就是安尼。这乌就是边啦，中间，中间，吼，六字、七情、七情。六律，这个物件就是讲这物件嘛。咱着无这物件你看着嘛，看着咱，看着你的自性嘛，咱来当做，哦，来当做不见一法存无见，无法的少，你甲当做无，敢无？有啦，这个造诣，这个扫标，这个走出来啦，毋是无啦。是因为这个你无那么扫标，你甲存无见，你甲当做，迄个自性叫做无啦，有。你有看到你自性无啊？但你讲自性，若无你会讲坐到啥？咁毋是咧？所以眼这个物件就袂使说。不见一法存无见，但是我讲不离一法，心同你有灵是的。你唔拿是咩地方？你唔拿是咩地方？迄个一法叫做实法，迄个叫做实法。什么叫做实法？金刚经里第14轮就讲到，伊讲什么呢？若有人依处经典，信心清净，即心实相。什么呢？实相者，即个非常是故如来说的实相。什么物件呢？若有人依处经典，后面讲啊，信心清净，迄个信心清净。叫做实法，迄个叫做实，叫做无虚，迄个是叫做无虚，无虚无虚，迄个实叫做无虚，迄个无虚叫做无常。不能不离依法是公平，你唔知影？我喜欢做比喻，伊来一间厝，哦，这间厝内底这个坑。这叫做空，这叫做空。你有看物件无？这叫实嘛？这个外表这叫做实嘛？实相嘛？这叫做实相嘛？这叫实相嘛？你看是看这个实相嘛？咱你看是看怎啊看这物件嘛？但是迄个实相就是内底空间，实相你有看无？我实相你看到空空啊？实相有无？当然嘛是有，实就是有嘛，实就是无虚嘛，但是无虚阁无犯嘛，无犯，当然你甲当作无嘛。咱今日当中就是不离我修功力，安无虚空形象的，虚空，感觉，因为相对来讲，形象的散啊，散啊，咱是离迄个物件，你生着迄个人，生着梦想，你敢知影？咱有一个真实，你今日进厝，若无这个真实，若无这个实体的物件，你今日进厝无路用。所以今日咱修着一个空理，空理啊，毋是实理啊，空就是讲无的物件，当作是无的物件，但是无的物件有无？世界的哪里遇到这个物件？外表，咱含实做伙，但是咱咧找实，你敢听无？咱含这个实做伙啊，咱咧找这个实。你含自性做伙，你咧找自性啊？你含自性做伙，你咧找自性啊？
你也唔会做伙，你去找我啦。你也无是做伙，你去找菩萨啦。你去找菩萨，你哪可能找菩萨？啊，如果你是菩萨，你去找菩萨啦。啊，你后面一个空性做，你找空性啊。你爱做多哦，迄个全部给收空气啊，你爱收一个空气啊，无物件，你自身就是无物件，但是无物件，伊讲有咧，啊有都袂使讲咧，基本经唔是讲该讲吗？讲，不定阿庙到了三到三宝地，伊甲讲，伊讲不可说，哦，凡夫之言，贪得意术。凡夫的人贪着这个名，但是不咧说阿庙到了三宝三宝地，伊实相中就是不可说的物件。但是不可说的物件，伊无嘛？伊不凡夫之言，贪得意术，贪得意。凡夫人就是爱看这物件，做这物件，人看的物件了了分。所以咱来讲，今日修空比有如提供形象见，触之低见偏见因，触之低见，因伊生出低见，偏见一个瞬间，偏见因的瞬间，你瞬间了解，瞬间会感觉那是安尼。哦，凡夫错因有如该方面，你把错误把无属性甲改做了变属性。错误和告别人，你错误的解析，你错误的解说，来用所谓的方便法，来用各方面的解说，一是肯定。啊，所以呢，伊上惊我上讲，经典，你讲千万遍，你袂使讲唔对，你讲唔对会走出这，就参详我咱头早大家讲。到底是人物，你要求三存拢是实际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有人咧讲咧时阵，我已经做无小份啦，啊，我一世人来啊，才痛苦。我是啊，伊有去做，是讲心内来讲伊做无小份。伊讲啊，之前有人咧讲金刚经啊，讲咱咧不因为有三存，我已成实际啊，我已经做无小份啦，我想我做无小份啦，一世啊，才痛苦。唔是解说唔对，就是你听唔对啊。做简单道理嘛，先不因为你们说什么分，已经成经，因为你已经用了过无细分，甚至不能成为你是用用，唔是你做无细分的来讲清楚。你用用啦，唔是你用用你做无细分，用用唔是这个道理。别的物件，你是解说唔对啊。啊，你无你嘅做无细分。甲人用拢无小份，迄差偌济个唔知？你做无小份啦，甲人用拢无小份，迄差偌济个唔知？啊，这咱解释这大对。啊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注意。所以心性来讲无效，就是讲这物件，必须点啊，啥？唔当别人伊就倒来找什么人？来找做贵人就是哪？一针见血。所以逆动一念自地位，自性应空相。逆动一念自地位，你这念是转过来，心念马上转个弯，那叫做觉知，叫做觉知。心念觉知，迄就是叫做了解，这个觉嘛是开始叫了解，这个觉嘛就变成个识破，你叫识破。识透，你已经发这物件，你已经识透，你已经觉知，而你一点，你识透，自性你讲什么呢？伊无做抗调的，伊无抗调，因为伊的灵光照出来，已经，你讲经已经跑倒来，伊无打，哦，伊无倒落一个啦，落一个懵懵懂懂。生活的伊是一个解决问题的，伊是一个解决问题的。当然，拄着我做咧讲金刚经的时，坐空第一呢，迄个较要上解呢，实在就是解决问题的。真正含师傅的听有啥？
第十几分啊，第14分，伊才开始清解入神的去研究。但是到27分内底当中，伊26分的以前拢甲讲无呢，27分就开始甲讲完呢。我就等于讲话，你讲无毋对啊咧，前面都讲无毋对咧。哦，可以信用去见出来，可以30用去见出来啊，就是以前，你30用去见出来，哦，这个是专门法律嘛是不啦？我那是来做的，那是真的是来讲，伊莫讲说为30用去见出来，伊马上赚到，到27分，伊就开始讲啦，哦，生活在不允和，你不为如来作事业，你不为如来作事业，我哋安尼就三个嘅，是我哋作事业，你唔通做一个事业，做一个事业，你莫讲要如来无了法阿弥陀三个。第二，你莫做事业，就讲你会做事业，就讲你会无爱做事业。你会做事业，如来法阿弥陀三个三无嘅。所以因为即部嘅两段足接近嘅物件，法阿弥陀三个三无地地，你一定要法阿弥陀。但是第二段伊就来讲，你唔通，今日即面如来无咧讲阿弥陀三个三，伊但是来讲我，为了当来讲我。伊但是来讲无，尾来来讲这无，所以伊经无经歹个歹道理，因为到第27分，伊就第26分就开始讲27分，26分一直来讲无，第27分就是讲，你最关键这个。咱今日咧学这个道理，伊就是来看啊，伊来看你这几步，你嘛唔使几步，你几步。你人啊，你这边会出边，你这无你这边看这边，所以呢，因为咱里面的心里啊，空色为空，空为色，色即是空，空是当然空间。因为今日以前讲话就讲，你尊这个物件，你尊这个物件受这个空气，你尊这个物件的有受这个空气的空，将这个两边。就是伊讲大统和尚讲了一个尊物件，是一个空理。因为地上伊听到菩萨在说，不是变法。你的本性就是参照，不是变法，不是变本。当中，迄就是你的原来你的真面目，而且伊这就了讲啊，你这本性伊如伊空，了无你不可见明性的。虚空了无伊要所见，我拢无法咱叫做正见，都拢无先叫做正见。伊就会了无所见，所以叫做尊敬无见。了无一不可知。物件拢会当了解，拢会当真知，了无一不所知，是叫真知。讲来讲去，咱就听你来做观点，倒转来跟我较早讲。何以出现不清净，不行变，不动，不如就何以出现灵性万法？你讲什么意思？头前这四义无，这四个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，还是这四个无，有修的汤地，何其你给他赞叹，何其自信呢？自己本质清净，何其自信的性本不动摇啊？何其这个自信本质具足，普救一切啊！何以自信？不是简单的自信，不是不精啊，这是工业分裂啊，它没有手一空啊。后边过来那个何以自信？名胜万华，迄无存的一个庙啊，无存的一个亿万，无存的一个亿万，迄叫做庙亿万，迄叫做如万，唔是像伊讲的，传人间，所以其实迄妄想，头前4分后边。因有，迄其实迄是严重的。换一个解释，头前迄个4个，那个叫做实相，会当叫实相。
头前个是那个像，后边那个叫 order， 发展，发展地位嘛，妙用嘛，而艺术性人性本来叫做妙用。啊，哪呢？啊，因为因为发展实相，这个月亮，这个太阳，伊发展讲叫做发展。这个月亮光是对，这个光是对迄个月亮，这个实相造出来嘛。按照这个理论来讲，叫做一组嘛。这个叫做一啊，它不是二，所以一出来有呢，伊是上发展咱的实相，咱的地位。其实那是一啊，它不是二，那不是二。啊，其实伊是无有这个尊王比，迄个低见，意见，这是因，伊叫做真理嘛。哦，真理，你就真正知，你嘛真正看，真正理，意见就是真正看见，你看见当中没有存疑物嘛，无存疑物嘛。啊，是咱无存疑物，就是你这个理就清清楚楚，你看见到就存疑物嘛。啊，你理若复杂，你看见袂出，敢会存疑物？现在讲一个好啦，你看一组样，理论面嘅，你的心若无清净，你看到会生出什么物件？你马上会知道，我这组那是水，还是歹，还是大雨，还是伞，还是涝，你就多想一堆去。感情因为你这个无清净，这理无清净啊。哦，你这理叫复杂，你看到你到底做咩物件？你袂清楚。啊，所以咱就是一个理，咱就清净的理，无量的理。所以咱伫看到一切万象内底当中，叫做哪？叫做法界，叫法界，叫法界。什么叫做法界？你好，对着法界叫做自然，自然法界就是叫做清净无量。法界你看到就是法界，你的知见也是清净，你看到法界嘛，叫清净无量嘛。你的知见若无清净，你的知见若无清楚，你看到法界就是杂，足简单的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有咩学习，咱的咱家己自识、自心，这个物件要有特别。你有法度控制你家己，通互你家己自心这个魔来带走，安尼呢？唔通互你邪见，唔互你无正面带走。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若安尼来搞嘅，咱今日就是家己我做家己主人。家己做家己菩萨，家己做家己佛，安尼你家己真正明见言顺到，人在干活啊，心有意，唔是心有意，心有力，安尼讲有意思。啊，所以呢，伊是啊吼，咱合作咧咧合资同咧工作，伊是这种就是小心咧，咱每个月咱都听菩萨，啊，所以呢，他整天啊，他是比较领悟，比较欢迎咱的老板你是真的那呢？你是会的，这个给学会的，但是你若不想这个，你得讲到平板上，这个到底是伊的他是谈到对的，所以我们今年来讲，上班可以其他地方啊，一直过来找人家啊，那你可能叫人家在其他地。但是你若外面看不见，除了地方哪地方，以前清楚了，伊就唔知，佢那无明你才就唔会做到屁啦。啊，你无了解你讲干嘛？是不是咧？哦，除了地方哪地方，这种现象，真真，啊，所以用讲今日咱学习的真正，咱家己真正要身体力去的。啊，今日我们这个所在的话，我跟我，那么跟大家一起，对了，叫人都会兴趣，好，谢谢各位。大众学习。
到一公，蹲到一公，一般向夫妻到前3公里前到一公，再一公，3公，感谢父前的慈悲一公，蹲到一公，再一公，3公，感谢父前的慈悲一公，十架向夫妻到前3公里前到一公。再鞠躬，3鞠躬，十架前人鞠躬，送架父前人鞠躬，十架点传师鞠躬，蹲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十架前人鞠躬，送架父前人鞠躬，十架点传师鞠躬。哦，那可能，谢谢啊。